揾個舒服嘅地方坐低或者係瞓低，慢慢眯埋眼睛，我哋開始啦。而家請你將意識由出邊嘅世界收返嚟，聽下周圍嘅聲音，無論係電器微細嘅聲音，定係安靜嘅空氣流動聲，由得佢呢種聲音成為背景，唔使去分析或者理會佢，話俾自己聽，呢段時間只係屬於我一個，出邊嘅世界可以先等一等。吸氣，深深咁吸一口氣，感受空氣充滿你胸腔同埋腹部，停留2秒，感受下身體充滿能量，跟住慢慢長長咁呼氣，將所有嘅疲累、壓力同埋瑣碎嘅事都隨着呢一口氣排出體外。我哋重複做3次，每次呼氣嘅時候會感覺到膊頭又再放鬆咗啲，沉低咗啲。吸氣，深深咁吸一口氣，感受空氣充滿你嘅胸腔同埋腹部，停留2秒，感受一下身體充滿能量，慢慢長長咁呼氣，將所有嘅疲累、壓力同埋瑣碎嘅事都隨住呢口氣排出體外。吸氣，深深咁吸一口氣，感受空氣充滿你胸腔同埋腹部，停留2秒，感受一下身體充滿能量，慢慢長長咁呼氣，將所有嘅